嘛拉皮的代志，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拉皮即摆真流行啦。嘿，嘿，查某囡仔就是爱水，就是会去扭一下皮安尼啦。对哈，迄叫做啥物事？我这边较简单，平皮。平哦，咱面啊，甲平起来。平安平安难难安尼，就叫做平皮啦。哎，是讲到这个画面哦。平，无安啦，无安啦。就画面，对。有画面嘛，就是甲平皮啊，扭啊平安尼啦。平皮。是，所以我这边是平皮。那像我这边叫做郁撩魂呐。郁撩魂要安怎郁？哎，个亲像用郁豆呢，个撸过去了，较口语化啦。哦，对。郁撩魂嘛是可以，只是讲感觉较麻烦啦，我摕郁豆较麻烦。碰做是碰皮，是，啊，毋过你嘛是感觉是碰皮，我感觉啥物皮？平皮，敢较简单了解是啥物意思？是其实咱会当讲平啦，比如讲咱衫啊穿伤完讲伤平嘛，嘛有人讲边啦，两个音拢会使啊。哎，拄则讲迄个。碰皮哈，是膨胀的膨，迄字一肉骨一膨迄字哈。好，来，因为迄个拄则咱的来宾有讲到，哇，这两字安尼讲起来平皮真口语，所以啊，有63.8%的人选。